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應聲彈出有呢隻聰明申報啊，咁啊一片光明啦，早中間呢仲有喜悅再來啊，響外邊手到拿來放噶啦，跟住中間呢仲有幸運連連啦，咁再喺外邊幸運日啦，內欄灰馬含瑞密馬馬林中間勢不可擋啊！再有多少嘅馬匹啦，咁啊先見到有呢隻淺藍衫嘅美好家園啦，美麗巨星嗰啲馬，暫時殿後中華1號啊，轉緊彎啦，咁啊手到拿來貼唔到欄添喎，咁啊內欄一片光明啦，第3位中間喜悅再來，內欄聰明申報啊，響外邊嘅馬匹呢，仲有隻必得勝啊，再後邊大約跟住個內欄第6位到啦，灰馬含瑞密馬，中間幸運連連，外邊幸運日，後啲先有美好家園出邊嘅，內欄位置美麗巨星，再後邊先勢不可擋中華1號啊，入精咗去直路啦，前面一片光明。咁啊佔先咗大約有半個身位㗎啦，咁啊跟住佢一齊出呢，仲有隻聰明申報啊，在中檔位置有喜悅再來啦，含瑞密馬先賺開喜悅再來，直追呢隻一片光明啊，再喺外邊位置嘅馬匹呢，先見到手追啲呢，咁啊仲有呢隻呢，就係幸運連連嗰啲馬，最後100米含瑞密馬直追一片光明，後邊聰明申報含瑞密馬贏第2名一片光明啊，第3名呢，就係嗰隻聰明申報啊，咁啊結果呢，係得一隻馬。就係呢隻含瑞密馬直追這一片光明啊！後邊都已經係掟甩晒㗎啦，聰明申報呢個第3啊篤定㗎啦。結果含瑞密馬都贏得好輕鬆，一片光明，聰明申報第3，勢不可擋，幸運連連嗰啲馬呢，影相爭第4都好近喎。咁啊，真係莫雷拉啊，莫雷拉啊，咁啊開晒啦嚇呢隻馬含瑞密馬一爆就贏啦，過埋就一片光明。佢個姜口好咗咯，隻馬收斂咗好多，而家先開始熟係。聰明申報啊，第3、第4啊，勢不可擋喎，勢不可擋咁犀利啊！內欄數翻上嚟，唔係因為冇馬揀㗎啦，你後邊就都拋開咗都幾多啊！係啊，後邊成堆。